而家向我哋嘅真實表示敬意，善用我哋嘅資源，喺生命旅程上處理我哋遇到嘅各樣問題。感受游動中嘅生命力，了解你可以自己決定自己嘅事，你係自己行為嘅資源，你嘅經驗，你嘅信心，你嘅希望，你嘅熱誠，你嘅猶豫，你嘅顧慮，以及你嗰啲激昂如醉嘅真情。除咗你，冇任何人能夠為你嘅選擇去負責。與你自己同埋喺身體裏面游動嘅生命力去傾下偈啊！容許你自己喺一個新嘅空間裏面展開，明白到你能為自己需要啲乜嘢，同埋唔需要啲乜嘢，做好決定。然後可以慢慢咁樣張開眼睛。活在神的話語中。羅馬書第12章1至2節。所以弟兄們，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，將身體獻上，當作活祭，是聖潔的，是神所喜悅的。你們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當然的。不要效法這個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，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、純全、可喜悅的旨意。信耶穌唔係一種心靈嘅宗教信仰觀念、體系同埋思辨嘅指南，而係實實在在咁樣改變我哋嘅心靈同埋生活。從獲得天父兒女嘅特權之後，就唔好再效法呢個世界啦。我哋應該履行當盡嘅義務，從實踐中塑造出主門徒嘅生命氣質，活出聖潔、信服、敬虔、自守同埋公義嘅生活。讓我哋一齊喺信心裏面祈禱啊！感謝主，唔單叫我哋有永生嘅確據，我哋今日仍活喺世上，就當從身體、思想同埋情緒嘅更新中，讓靈命得着滋潤同埋成長。感謝主，讓我哋深切咁樣體會到主慈悲嘅勸告、善意嘅提醒同埋清晰明確嘅指引。願主幫助我哋知道要經歷生命嘅豐盛同意義，首要係迫切嘅、真實嘅交出自己，立志攻克己身，叫身體服我，作真誠見證嘅奉獻，活出基督嘅香氣，叫別人從我哋身上睇見耶穌。願主幫助我哋確信自己絕對唔會被棄絕，因而甘心樂意嘅信託一生。
禱告乃奉主耶穌基督嘅聖名求，誠心所願。與信徒相通，污穢嘅言語一句都唔可以出口，只要隨時隨事說造就人嘅好話，叫聽見嘅人得着益處。向世人作見證，喺未信者面前嘅生活見證係非常重要嘅。一切苦毒、惱恨、憤怒、嚷鬧、毀謗，並一切嘅惡毒，都當從我哋中間除掉，並要以恩慈相待，存憐憫嘅心，彼此饒恕，正如上帝饒恕我哋一樣，充滿恩慈同埋憐憫。服侍他人，我哋要棄絕謊言，各人都與鄰舍說實話，互信互賴，總要勤勞，親手做正經事，這樣就可有餘，有能力去分給嗰啲缺少嘅人。我哋將身體獻俾主，乃係出於真誠，唔係盲目嘅，乃係樂意嘅，為討神嘅喜悅，係新嘅心思，新嘅靈命。呢一刻，邀請你獻上你嘅禱告。